所以你应该效法上帝，好亲像蒙主爱的囝儿同款，也爱凭着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咱，为咱舍了家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甲祭物献予上帝。讲甲淫乱并一切污秽、或是贪婪，伫恁中间连提拢不可方合圣道的体统，言辞妄语甲嬉笑的话，拢不相宜，总爱讲感谢的话，因为恁确实的知影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伫基督甲上帝的国内，拢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，就甲拜偶像的同款，毋通被人虚无的话欺哄，因这会使上帝愤怒，必临到遐悖逆之子。所以恁毋通甲因同做伙。从前恁是暗昧的，但如今伫主内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囝儿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爱查验，好为主所喜悦的事。迄暗昧无益的事，毋通甲人同行，颠倒爱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因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体的。凡事受了责备，就比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会显明的，就是光。所以主讲，你这个困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对死来搁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恁爱谨慎行事，毋通像愚妄的人，当像智慧人。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毋通做糊涂人，爱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毋通醉酒，酒会互人放荡，乃爱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讲，靠唱心合咧学老主。凡事爱奉咱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拜上帝。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恁做看守的，当顺服家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看守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伊阁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安怎顺服基督，看守也爱安怎凡事顺服丈夫。恁做丈夫的，爱恁的看守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爱用水照着刀，甲教会洗净，成做圣洁，可以献予家己，做一个荣耀教会，全无玷污、皱纹、顶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无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看守，如同爱家己的身躯，爱看守便是爱家己了。将来无有人分恶家己的身躯，总着爱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同款。因为咱是伊身躯顶的肢体，为这个缘故，人爱离开父母，甲看守联合，两个人成做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甲教会讲的。然而，恁个人就当爱看守，如同爱家己同款。看守也当敬重伊的丈夫。